震动的消息，来看陈市长要选台北市长，小连线3天到公庙来参拜。进前有媒体人来分析，讲陈市长即届要选市长，若是采取当年阿扁淡水比的模式，就会选赢；若是采取阿弟姚文智的模式，就会选输。简单市长问讲，安尼伊要采倒一个模式呢？陈市长的回答是真艺术哦，伊讲伊要采用阿中模式。若蒋万安甲黄珊珊拢到妇幼展览会，要来抢家长票。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来到松山自由宫拜拜，真侪支持者拢来发动选。未来如果能够入主市府，我们一定把各种事情做得加大、加码、加快、加好。台北市东部拍地摊烧，规划陈时中含26个议员参选前见面，25号开始到8月7日，会和基层博感情。最主要是要让大家多认识，跟市民多报告。那当然，我们的老牌的议员徐淑华、洪建义，是老牌并不见得老了。加在这讲话技术不佳好。访问到有媒体人分析，用当年淡水比的方式赢，用姚文智的方式输，咁唔赢。没有，我想当然有人在提示我，就是要采取阿中模式了哈。我们努力的哈。陈市长过来走大庙拜拜邮票，抗议民众嘛个甜。伊对手国民党参选人蒋万安，带伊的保镖囝参加妇幼展抢家长票。鼓励大家可以多生一点呢。大号拄到副市长黄珊珊做会参加拼场，很好啊，因为我们大家一起都来参加育婴展，而且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关心怎么样能够对于年轻爸妈或者是年轻朋友未来在考量成家立业、生孩子，怎么样能够在台北市有一个很好的育儿环境。3位候选人行家己的路，希望得到民众大大支持。我是李文，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记得收看52动起来，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赶快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